万军的耶和华讲，毋是倚靠势力，毋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神，才会当成事。阿门。倚靠上帝的神就是圣神嘛，所以不但安尼，到伫新约的时阵，嘛会当互咱真清楚了解，上帝嘛借着老使徒老约翰伫启示录的中间，咱看有对启示录7间的教会，每一间的教会，伊拢重复安尼讲，讲圣神正教会所讲的话，既然有耳孔的就听，阿门。所以咱看伫旧约到新约，拢会当真清楚知影，圣神是为着咱备办的，圣神来是要帮助咱，互咱会当更较顺服，会当更较明白上帝的心意。所以圣神正教会所讲的话，既然有耳孔的，咱拢有耳孔对无？拢爱听对无？是，咱拢着听哦。所以感谢主，今仔是圣神降临节，咱搁一摆提醒咱着爱听探圣神的声音。阿门。甲隔壁讲，咱爱听探圣神的声音来，咱爱听探圣神的声音。是哦，圣神会对咱讲话哦，圣神会感动咱哦，圣神会透过上帝的话语显明，互咱知影伊的心意。圣神嘛会透过人，甲咱提醒，什么是合上帝的意思的无？什么是通讲毋通讲的？圣神拢会不断提醒咱吼。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真清楚了解，就会当帮助咱。但今仔日咱嘛要透过这段经文，咱搁要来思考哦，要安怎去做幸福的什么？徛家哦，好，是要安怎去做幸福的徛家？伫诗篇84篇这段经文，咱会当好好来思考吼。当然，这段经文就是咱伫这个拜五过去的拜五这段的拜五，咱的读经的计划内面哦。所以兄弟姊妹，咱拢牧师若讲到尽量哦，尽量咧对着咱的读经的这个进度来进行吼。互咱会当伫平时伫厝里读圣经，然后伫主日，佫会当听到牧师对咱前礼拜所读的圣经的一段甲咱来分享所以感谢主，今仔日诗篇84篇。牧师要爱咱伫即个时阵，就爱去有一个画面的想象吼。你去思考想象伫耶路撒冷，伫要过节期的时阵即个耶路撒冷，即犹太人因的习惯，就是拢爱转来到伫耶路撒冷，到圣殿来守节，来敬拜上帝吼。这是因的习惯，所以因无论你住伫偌远，一年最少有一届哦。因拢会安那全家尽量全家当转来，咱就想象，伫遮要转来朝圣，就是要转来敬拜上帝的路上的人，就会拄着讲，哇，伊嘛是要等于耶路撒冷伊嘛是要上耶路撒冷的殿的哦，大家会烧招吼，所以真侪诗篇拢是安那上架的诗歌对无？上架的诗歌就是讲，因去到伫圣山，要到伫圣殿所以因就开始伫遐吟诗学乐大家人会对这个诗有熟悉，有识所以大家就会唱安尼这是像咱即马咱这较资深的兄弟姊妹，对咱的旧的圣诗拢做有印象的对无？耶稣听我知明哦，过来咧。对你看大家才7、8成的人拢会晓唱所以就亲像安尼，你爱有这个画面哦，就是讲哇，大家要去圣殿敬拜上帝一家走一家走，一家口一家口哇，翁仔某相牵带囡仔拢一直开始这个圣山，这个圣殿的方向来行，所以因去到伫圣殿的时阵。哇！因就真好奇，哇！圣殿上帝的殿，你看是遐咧东方的，哇！然后因看到遐有鸟飞来飞去，对无？因有即款的感受是安怎？因知影因来遮是要朝见上帝哦，足清楚。因来遮要献祭，就是要朝见上帝，也要透过祭司为着因献祭，互因会当进入到伫上帝的内面，甲上帝相拄。所以福音人甲囡仔，因袂当入去到圣殿内面，因爱伫外院的所在。所以咱看即马现代的
台语的译本，咱所读的，因就讲伫埕对无？伫圣殿的埕，迄就是外院的意思啦，吼！伫上外口即位的所在，迄是外邦人、福音人囡仔会当伫迄搭遐敬拜，然后到伫内院，到伫至圣所内面，吼，迄有分无共款的阶层吼。对遮，咱就会当来知影，有即个画面的时阵，咱嘛求上帝帮咱，将即个画面甲化作咱家己的画面。吼，你就会当去思考，讲，对昨暗我就备办好，今仔日要敬拜上帝吼。咱会邀请咱的厝里的人，大家做伙来敬拜。大家准备好什么时阵咱参加第一场的，就是9点开始咯。所以咱看见就是安尼，大家亲像在朝圣的路途一般样，咱来到伫主的面前。所以牧师去台咱有即款的画面来哦，咱甲隔壁讲，咱拢是来敬拜的朝圣者来。朝圣者其实因就是要去到圣殿去敬拜上帝，去敬拜上帝啦所以互咱会当来真清楚来了解，伫即段经文内面就是诗人伊嘛是一个朝圣者伊伫即个过程内面，伊感叹伊的性命有只有上帝耶和华上帝通挖靠的时阵，看到上帝人为着上帝所起的圣殿是敬拜的所在的时阵，伊安怎讲？伊讲万军的耶和华，你所徛起的所在，怎样才通意爱？怎样才通意爱？为什么伊有即款的心境？哇！其实是第2句内面，伊就清楚甲咱讲，伊讲我心无较想耶和华的殿院，我的心肠，我的肉体，用我的上帝来娱乐，来欢呼所以因为伊安那，伊要来到遮，一个真清楚的目的，就是要来朝见上帝的面。所以咱看这个诗人，伊毋是第一届来，伊是已经有来过，所以伊伫迄搭遐更较无过去来了后所经历的生活。所信靠的主耶和华上帝，怎样咧带领伊、帮助伊，伫伊任何的境遇内面，伊拢会当去深深体会这位上帝的同在。所以伊的心是更较无会当到伫节期的时阵，亲像会当到伫礼拜日的时阵，伊会当搁一摆来到上帝的殿院。伊是即款的有经历的，所以更较无，咱看这个诗人，伊就是安尼哦。所以伊称耶和华是安那？是永活的上帝所以伊内心实在所看见的是啥物？看见东方的这圣殿就好吗？看见这七照就好吗？看见大自然的水就好吗？就满足吗？无，伊真正会较无是永活的上帝。阿门。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互咱真清楚来了解，每一日咱拢备办心来遮敬拜上帝，对无？咱讲咱要来礼拜咱要来敬拜上帝，迄个目的是啥物？爱真清楚哦。其实上介重要，就是咱就是单单来朝见上帝啦。阿门。所以礼拜就是朝见上帝哦。礼拜毋是来看牧师今仔日穿了有飘撇无？今仔日西装换一个无？无这内骨带换一个无？毋是，嘛毋是讲今仔来就一定要看什么人讲的，迄拢是次要。较重要就是咱来，咱就是拍开咱的心灵，透过整个礼拜的天使帮助咱，互咱会当进入伫更较深的敬拜内面，互咱的灵是拍开的，圣神来提醒咱，帮助咱，互咱温暖，互咱有所感受，互咱对上帝的话语有较无，那安尼咱就达到礼拜的目的。阿门。所以礼拜就是朝见上帝，咱做伙讲来，礼拜就是朝见上帝。安尼就亲像讲，你今仔日要找你的朋友、找亲情，你去找，若找无咧，伊若无伫个安那，你感觉今仔日安尼即条路有达成目的无？无嘛无达成目的要安怎？就紧敲电话对无？袂就讲袂记你先联络就咱就知影，是亲像安尼，咱每一届来到主的面前的时阵，咱拢相信
咱来就是要调记上帝，要透过伊的话语来光照咱，论得咱的心田，嘛，互咱伫生活中间，搁较掠伊做中心，这是咱伫敬拜中间，咱拢需要的。所以咱看诗经就讲：万军的耶和华，我的王，我的上帝啊！伫你的这段遐，赤脚为着家己找着收对无？吼！钱仔为着家己找着父囝的收哦，所以咱就会当看见这个诗人透过大自然伊的这观赏内面，伊感觉讲，这赤鸟毋是真无价值吗？毋过竟然因会当真自由伫这个圣殿内面安尼飞来飞去呢？哇！因个会当直接来做收，哇，个会当来捕囝，哇，这个是真特别的哦。伊就想着讲，这赤鸟遮尔的无价值的赤鸟上帝都容允伊伫伊的殿内面安尼自由飞来飞去，何况我是上帝所创造珍贵的人类诶！这是诗人真特别的看见哦。所以伊就真清楚讲，若是安尼，伊就更较明白，既然迄个较无上帝的人来到伫上帝的面前的，上帝拢珍惜，上帝拢看重，无论你家己定义家己安怎，别人看你做安怎，迄拢次要，较重要就是当咱回头倒来到伫上帝面前来敬拜、来学乐伊的时阵，咱就知影，咱是上帝所欢喜的，因为毋是按照咱的血气来的，是按照圣神的感动来。阿门。所以咱是被万变来领受的，咱是准备好势，知影一只有丰盛的美牛为着咱备办。所以咱感谢主，互咱会当看见来了解。咱看耶稣嘛安尼讲过啊，讲你看天顶的飞鸟，因无种植，嘛无收成，嘛无自积积因的册仓，总是恁的上帝要个养饲因，恁无比这飞鸟搁较贵重吗？是毋是安尼？是。哇，诗人迄个经验，就是耶稣内面悠然要互咱来了解，咱是上帝所欢喜，是过去的。所以咱看诗人就讲万军的耶和华，我的王，我的上帝啊！哇，这是一种生命的一个宣告哦。万军的耶和华，我的王，我的上帝啊！意思就是讲，万军的耶和华，我的王，所以你来坐我的宝座，伫我的生命内面，你是第一位的，你是第一顺位的。所以伊来到圣殿，就是要渴慕来朝见上帝的面。阿门。因为伊知影，这位上帝就是我的王，就是我的上帝。但求上帝帮助咱，咱嘛会当亲像诗人一般样。咱牧师讲，咱来化作诗人迄款的感动，因安怎全家做伙来敬拜上帝。但今仔日，咱来到伫咱所熟悉的即个礼拜堂，嘛求上帝帮助咱哦，互咱有新的感受。我讲，今仔日是圣神降临节对无？有感受到风无？外在风，咱的灵气已经好，互咱真舒适，直接来敬拜。总是圣神有缘嘛，要帮助咱、启发咱，互咱更较专心，直接敬拜的时阵，毋免伫遐一直好无？无一直吹，互咱更较专心敬拜的时阵，咱的焦点放伫耶稣基督甲伊的十字架的听内面。我相信，迄个新的感动。就伫即个中间要来显明，互咱更加去经验，咱的一生就亲像咱的中央的灵气，需要修整的时阵，咱必须要用时间好好来规划，好好来进行。那求上帝帮助，互咱每一届倒转来到伫伊的面前，拢个定心来调整。咱中文叫对焦于神，个定心个来注目伫咱的上帝，看咱。什么无合上帝心意的，就伫即个时阵求上帝怜悯、赦免来做悔改的工作。兄弟姊妹，这嘛是伫今仔日圣神降临节的时阵，圣神要对咱的感动，互咱会当更加体会圣神伫咱的中间继续在做伊奇妙的工作。阿门。
感谢主，所以愿上帝帮咱，亲像诗人一般样，耶和华我上帝，我的王，我的上帝啊！耶和华，我的王，我的上帝，咱的性命就爱甲咱的主放伫第一位。阿门。咱做伙来讲，我甲我的主放伫第一位来。是，所以愿上帝帮咱，搁过来，咱嘛看这段的诗篇，咱嘛会当来看见，咱诗人怎样较无甲主同在迄款的祝福哦。所以诗人就讲，安尼住伫你殿中的圣殿的人是有福气的，因要直直学乐你。阿门。是，伊较无看见这个赤鸟啊，会当真自由飞来飞去，无论伫祭坛遐，伫厝角遐。伊感觉讲啊，赤鸟啊，竟然会安尼，我犹原得到上帝的保守，我嘛要安尼，我嘛要亲像我全家拢会当领受伫上帝的圣殿一般样。所以，兄弟姊妹，求上帝帮助咱。竟然圣殿就是上帝的家，是属灵的家，教会更加是哦，是甲上帝同在，经历上帝，甲上帝有好甜蜜的交通的一个所在。所以，咱伫即在遮，咱会当感谢伊，会当学乐伊，嘛会当来恳求，将咱的需要摆列伫上帝的面前。这是咱属灵的家庭，兄弟姊妹，这个属灵的家庭所带出的影响是极大的，是超过咱的手所会当成就的这一切。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清楚来了解诗篇另外一个经文，这嘛甲咱讲哦，讲有一件事我捌求耶和华。我犹原要超找，就是一世人住伫耶和华的殿，仰望伊的荣耀，伫伊的殿来求救。因为我遭遇患难，伊要暗前保守我，伫伊的帐，毋是伫伊的殿内面，伊将我藏伫伊的帐位的稳密的所在，将我压悬伫石盘顶。阿门。哇，无好读哦！牧师佫要用白语、白话语，完全凭过去读的白话语这段经文的记忆啦吼。兄弟姊妹，我只有求一件事，就是会当安那伫上帝的殿内面，会当甲上帝有真亲密的结连。为什么？伊讲，因为我遭受患难的时阵。伊要暗前保护我，阿门。可能咱拄着有啥物境遇的时阵，咱肉体目睭看袂到上帝，到底上帝你是倒落啊？上帝啊，你敢通互我安尼继续落去嘛？总是有信心的人，伊真清楚，上帝甲我放伫什么所在，放伫伊的帐位内的稳密的所在。迄个稳密的所在是敌人看袂到的，总是咱会当去体会。这位上帝是何等会听咱，伫咱需要的时阵，伊甲咱压悬伫石盘顶，互咱看清楚咱四围的一切。兄弟姊妹，这就是上帝提醒咱对属肉体的眼光，会当到属灵的眼光，会当对属肉体的健康到底属灵的健康，一款无共款的境界，这是咱诚做上帝的百姓，上帝为着咱备办的。所以咱看这段诗篇84篇的时阵，咱看这个朝圣者伊的眼光所看见遐水的景致，对大自然的中间去经历上帝丰富的听，连赤鸟啊，伊着用温，伊伫伊的殿内，何况伫伊的内面。搁较有一个真深深的脚步，当愿上帝帮助咱。咱拢是朝圣者，咱每一礼拜也是小组的时阵，咱拢来到教会，咱比别人较认真。阿门。真正基督徒礼拜来打卡，就算足厉害啊！牧师安尼交代会过啊，对无我逐礼拜拢来哦。嘿，总是咱兄弟姊妹，咱的同工真济哦，一礼拜来3工的是足济。来小组，来主日礼拜，来培育的学校陪伴来服侍。哇，若是安尼，我相信咱拢是在享受
住伫上帝的殿中的人。咱遭遇着困境的时，咱嘛享受着上帝甲咱压条条，放伫迄个伊温密的所在。伊看咱做珍贵，亲像珍珠宝玉一般样。伊疼惜咱，因为咱是伊手中的宝贝。阿门。所以咱若是有即款的心性，就求上帝帮助咱，伫咱的生活内面，咱拢会当真清楚。我毋是家己一个孤单在行，我毋是无伴。因为有圣神甲我同在，伫我需要的时阵，上帝的保守从来无离开我。阿门。所以我住伫全能上帝的温密的所在。我佮讲一届哦，咱要来讲哦。我住伫全能上帝温密的所在，咱做伙来讲来。我住伫全能上帝温密的所在，安尼有赞无？是哦，安尼是有赞的，是。所以，愿上帝互咱深深去体会，咱的生命甲上帝的连接，就是遐尼的特别咯。所以诗人伊就讲，住伫你的殿院，住一天，较赢过伫别位住千日咯。宁可伫我的上帝的殿内面过门，嘛毋愿住伫歹人的布边内面。这在讲什么？讲咱若见若伫上帝的内面，伫教会内面。无论你服侍什么，就是你伫遐扫涂骹，诚做一个过门招待的，上帝拢甲你看做是尊贵的。阿门。你是互上帝尊重的，所以你会当来服侍伊，伊看你最好。总是咱就是看见哇，有即个歹人社会的人甲咱抱甲足悬，兄弟姊妹，常常咱所知影。抱足悬安那，烧了安那，烧了佫较低吼，佫较严重。这是一般人的做法咯。所以诗人真清楚，伊愿意服侍上帝，就是诚做过门的，伊也认为讲，这是上帝为着我备办上介好的服侍，这是尊贵的，是人可能看做是卑微的，总是上帝的眼光，伊疼惜咱。兄弟姊妹，这款的心境，这款的眼光，甲一般的眼光是完全无同款的。这款的价值观，甲一般的价值观是有真大的差别的吼。所以，因为伊讲，因为耶和华是日头，是灯牌，要赐了恩惠甲阳光，伊袂捌留一项好米，无遐行正直的人。阿门。是，所以若是安尼，因为伊真清楚。耶和华上帝要用光来引带咱，要互遐正直的人会当来行伫正路，会当来享受上帝一切的恩惠甲阳光，并且伊讲上帝要留一项好米，无遐行正直的人的身上。所以，愿上帝帮助咱，咱拢成做一个正直的人，咱讲话无弯巧。阿门。咱是真诚实的人，咱会当讲像中文所讲，咱是坦荡荡，是光明的，因为咱是光明的囝，光明之子。咱伫上帝的光明中，咱会当徛伫在伫人的中间，咱更较会当徛伫稳，因为咱就是一个诚实正直的人，是上帝所欢喜的。所以，愿上帝互咱会当真清楚。诗人最后就安尼讲：万军的耶和华，倚靠你的人有福气。阿门。这是你的厝，甲我的厝的宣告吗？阿门。万军的耶和华，倚靠你的人有福气。万军的耶和华，我倚靠你，所以我是有福气的人。阿门。所以，愿上帝帮咱，互咱会当真清楚来了解，上帝是咱及时的帮助甲快乐。阿门。上帝是咱及时的帮助甲快乐。咱做来讲来。上帝是咱及时的帮助甲快乐，是，这是你我每一届来朝见上帝的面的时阵，咱拢知影。每一届一只下礼拜，咱拢会当去看去。啥会记住？今仔日你就是朝圣的诗人咯。咱吟诗学了伊对无？咱来到是上帝的圣殿，咱看即个咱所熟悉的圣殿，每一个设计拢有神学的意义伫遐对无？对，牧师
一段时间拢会讲一个哦。咱看见这个条啊，就知影咱就爱啦，举手来敬拜伊对无？是毋是？咱这条啊，全世界敢咱可能敢咱安尼尔啦，对无？吼，咱的条啊设计吼啊，佫有安那？是啊，哦，佫有真济的设计这神学的意义。当咱每一届礼拜时阵，佮透过这个设计甲神学的解说，嘛，互咱更较清楚，是咱的敬拜要更较得到上帝欢喜。所以你愿意，就亲像诗人一般样，你的厝的人会当享受这款的领的祝福吗？这是起造幸福的主体的一个真实的行动。阿门。所以愿上帝帮助咱。有一个朋友写批俄罗斯的一个作家吼，叫杜格涅夫吼，伊讲人生上界大的事，就是爱甲家己啊放伫第二位安尼啦，毋好甲家己拢放伫第一位啦，毋通家己做主啦吼，放伫第二位，安尼这是人生上界大的事吼。哇这个作家就甲伊的朋友画一张批，甲伊讲啊，讲毋过对我来看，决定甲什么放伫家己的面前的，也就是放伫第一位的，这才是人生上界大的问题啦。有的人家己第二位啊，钱第一位啊，对无？有的人家己第二位，朋友第一位咧，总是。这个作家真清楚哦，在问讲，家己放伫第二位以外，更较重要的议题，就是甲什么放伫第一位？你是毋是甲咱所信的上帝放伫第一位？有甲耶稣基督甲十字架放伫你甲人的头前无？迄个第一位是什么关系到你人生的一切哦？所以，愿上帝互咱会当有思考、反省的时阵。就会当更较明白讲，是我伫每一日的决定内面，我拢会当来经历，我已经将上帝摆伫第一位了。所以咱将诗人的这个去到圣殿敬拜的这个画面，转化做你家己。每一届要来到这，还是今日来到这，你有啥物款特别的感动？你伫敬拜内面有特别的感受到讲，这位上帝。我敬拜而来你，你是我的王，是我的上帝，是我一生所倚靠的。我一切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无留一项无好物无互我。咱安尼不断宣告，会当帮助咱吼，会当帮助咱就会当有信心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园。阿门。来，咱来宣告来，我有信心建造幸福的家园来。我有信心建造幸福的家园，愿上帝帮助咱，在这个5月，咱的家庭月内面，咱会当好好来思考这个代志吼。好，来，咱来读今仔日的经文来。万军的耶和华，倚靠你的人有福气。诗篇84篇12节，过来。万军的耶和华，倚靠你的人有福气。诗篇84篇12节。咱来用宣读吼，我宣告吼，我宣告万军的耶和华，我靠你有福气，安尼好无？来，我宣告万军的耶和华，我靠你有福气。搁一摆来，我宣告万军的耶和华，我靠你有福气。阿门。阿门。是。咱大家都爱宣告哦，咱我可以就福气，愿上帝帮助咱起立，咱要来吟这条诗歌，哈利路亚。
请咱大声目睭闭闭。你有感觉在你的生命中，你有需要有一件代志，伫今仔日爱交托给咱的主上帝。因为圣经甲咱讲，是耶和华就是咱的王，咱的上帝，咱倚靠伊，伊袂有将这项好物，要互见人遐敬畏伊、行为正直的人。愿上帝帮助咱，可能咱无完全，就是咱会当靠耶稣保护，搁一摆来洗清洁杂，就是伫今仔日，你若有迄个感动，你有一件代志要甲主讲，主啊，我要全然交托给你，就是伫这个时阵，请你举起你的正手，然后你深深，大家免看别人，咱看咱，来准备咱家己，咱将这件代志交伫咱的上帝的手中，阿门。好，咱。举起咱的只手的，你会即马开始，咱为着家己这件代志来做交托，全然的相信上帝一定应允听咱的祈祷，阿门。相信代志一定会改变，因为咱所信的上帝就是听咱到底、救咱到底的上帝，阿门。咱呼求主的名三声，咱为着这个代志，咱开始来祈祷，预备来，主啊，主啊，主啊。哈利路亚！主，我感谢你，为着阮生命中间迄个打灭去的打，来去做交托。主啊，多谢你，无论阮所面对的是家庭的困难，是工作，是身躯的需要，是关系的好好。主啊，阮就是今仔日来谈参办，互阮迄个病痛会当全面好，因为上帝你是大医生，你是医治的上帝，互阮会当人结合。家庭内面更温暖的家庭，祝你帮助阮，互阮期待家己大声，以阮的言语来做改变，互阮有积极的态度来看待各项，因为各项拢伫你的内面，拢要看做好，因为伫你的创造内面就是好。感谢你帮助阮，阮靠信心来活出你，多谢你，阮交托的一切拢交伫你面前，阮的应允。我相信，伫主耶稣基督内面，所有一切应允，拢要成做阿门，拢要成做成就。
因为你是阮所倚靠的一切。多谢你会早起开启阮属灵的目睭，看见你的宝座设立伫这个所在，互阮对外在的环境更加去体会上帝你无限的疼。多谢你，阮将阮上困难的事交托伫你，阮相信迄个生业就已经在开始进行。互阮凭信心往头前行的时阵，阮就知影你是永无改变的主。阮的未来拢伫你的手中，拢要成就你一切的丰富。多谢你，互阮带着喜乐，伫敬拜，伫长期的路上，拢领受上帝你丰盛的恩典。感谢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要接落去的大声，咱甲隔壁讲，你的祈祷一定会应允。来，你的祈祷一定会应允。阿门。下弟兄们请坐。这时，咱要来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听甲信心的行动，互咱用感恩的心甲敬虔的态度。开始奉献。兄弟，请起立。请坐，时间分享。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咱来关心咱教会所进行一切的事工。咱做伙来读今仔日读经的进度的经文，诗篇89篇第14节，咱做伙来读来。公义甲正直是你宝座的地基。慈爱甲信实行伫你面前，诗篇89篇14节，搁一摆来。公义甲正直是你宝座的地基，慈爱甲信实行伫你面前，诗篇89篇14节，是万上帝帮助咱。咱即马拢在读诗篇吼，后礼拜嘛是搁在读诗篇。后礼拜牧师甲咱分享诗篇90篇摩西的诗，咱嘛会当搁一摆来思考咱甲上帝的关系的迄个亲密，嘛会当搁一摆伫家庭内面，咱掠即个做咱重要的根基来好。
咱伫昨咱用讲到即个永和的圣教会跨世代的即个篮球的比赛吼，友谊赛啦吼，真感谢主，咱的教会篮球嘛算真厉害呢，因为拢赢呢，拢一直拢拍赢呢，即个圣教会的牧师，伊是篮球的教练对无？就是反正迄个牧师就是做到运动的就对啦，嘿，毋过咱嘛阁拍赢安尼啦吼，嘿，感谢主吼，咱教会才会有运动的团队吼，所以后边要拍羽毛球，唔好招我去就对啦，感谢主吼 ，OK 好。咱昨游园有会宴的牧区有出游吼，因有40位，有 best 有19位即个新朋友，这拢是传福音的时间。咱感谢主，互咱所付出的遮个，拢会当成做遮个未信主的人的祝福吼。好，昨咱的青少年因的幸福的启发之夜，拢总有38人来参与，有4位的 best， 咱嘛感谢主。伫6月初7，咱有圣礼典，欢迎遮个best， 遮咱所邀请的未洗礼会当来报名。咱若是伫咱教会已经固定伫遮，你已经是基督徒的，嘛欢迎你转职委身伫咱永光教会。若要报名的，咱伫6月初5，6月初5拜五暗7点半伫教义厅，咱有基后的真理甲人物永光教会的课程。即个咱潘牧师会带咱。互咱会当对遮会当进入伫即个福音的门吼。好，咱的启发的周末营伫即个6月初6后礼拜吼，6月初6咱的约会者到伫今仔日所以毋茫今仔日咱要报名的伫今仔日拢会当来报名完成吼。今仔日礼拜了后，咱有营会的说明，请咱的同工留落来参加。搁过来，即礼拜是咱幸福启发的第7周，咱继续为着咱的每一个小组，透过启发的课程，有这人生的议题，互这邀请新朋友来，先对食饭开始，建立关系，就建立这影片的议题，咱教会即届用这个启发，这是咱3.0版的幸福小组嘛有真好的回响。我相信咱教会就是为着传福音，咱不断拢搁在努力吼。搁有6月中，咱搁有要街头报道，咱嘛爱来备办心吼，多谢。来继续来看吼，咱遮个辅助因继续的进行甲遮个相片吼。好，感谢主，咱的即个领气。整个的修宪已经一部分已经要到尾声吼，冷气的部分咱搁有其他的一部分，即个冷气完成了后，咱搁会来进行吼。所以咱继续为着咱的即个修宪的奉献的金额，咱继续来祈祷来关心来奉献，多谢。咱的电梯即马伫更换新吼，所以爱有真长的时间所以。搁呼吁咱嘛包括咱伫小组的聚会，咱若会当即个上落即个行楼梯的吼，这是不得已的吼，真不得已所以望咱会当行。总是你若无法度行楼梯，绝对无行楼梯吼，因为咱的楼梯较悬感一点嘛，较一般的楼梯无共。咱这楼梯大楼，这楼梯算较紧急在使用的，平时是无鼓励人行楼梯的因为若行楼梯若安怎，咱大楼管委会嘛爱关心嘛，对无？嘛有一寡责任这嘛是因为电梯的不得已所以有鼓励咱这个无法度无法度行楼梯的，一定爱坐电梯，好无？拜托若是讲会勇行会当行楼梯的咱着细意行行楼梯袂当看手机，甲隔壁讲。行楼梯绝对袂当看手机这个是安全起见OK， 好。
咱伫后礼拜咱主日学即个牧区的老师的会议请这老师来注意吼。好，过来，咱伫即礼拜六，咱会有几个牧区要出游吼，这是国宾牧区吼。后来搁过来是兆民牧区吼，后来搁过来。这个是央亲的牧区吼，拢是伫拜六吼，即礼拜拜六吼，搁有几个牧区，搁有3、4个名额吼，搁有3、4个名额。你若感觉我嘛会当即个时间会当去的，紧来甲即个牧区的区长甲问一下吼，若会当报名，伫后壁有员来问一下吼，就会当随时报名，会当紧报名，因为到拜六咱就要出发啦吼。好，多谢。6月13，这是丽娜牧区吼，因要去北埔老街。后来这个是6月27，是少年牧区要去宜兰传艺吼，遮个好，搁过来，搁有吗？哇，7月初6甲初8，这是咱儿童的夏令营吼。好，请咱嘛关心。然后8月有咱的青少年的这个营会吼，咱感谢主青少年营会，即马报名差不多满啊吼，差不多满吼，足紧的吼。所以感谢主咱一年一年在办有真侪教会就知影哇，咱的营会办了真好真侪互少年的，毋是来佚佗尔，互因的灵命会当去拄着上帝，拄着耶稣吼。所以咱即马在报名就足紧就会当来完成吼，感谢主。好，那即礼拜拜四小婷的妈妈吼伫主内的姊妹吼，李潘之凤姊妹要伫高雄殡仪馆来举行告别式，牧师会落去参加吼即个殡仪馆伫我的厝无偌远吼，咱的姊妹的妈妈吼，所以咱也为着即件代志，为着因来祈祷。搁有石头阿秀姊妹咱的老姊妹，今年99岁，今年99岁吼，伊到9月就100岁吼，对吼总是上帝互伊会当伫真家囝儿逝世的陪伴内面真自然吼，就来离开世间就前礼拜前礼拜3来暗时来过往吼，是咱伫6月初4后礼拜吼，后礼拜拜4要举行告别式请咱有缘来关心，会当参加的咱来参加吼。好，邱小婷就是绘画小组的吼，老爸邱时清弟兄嘛。受主恩调吼，伫早暗来安歇主怀，咱嘛为着小婷的家人来祈祷吼。好，即个家庭嘛是基督徒的家庭，佮真久无去教会吼。或者问讲需要牧师会斗3工无？我讲若有需要嘛会当啦，无问题，咱继续来关心即个家庭。后来咱的潘恒宇吼咱。留化的音乐家当然伊即摆是伫英国吼 BBC 吼，牧师有去英国找伊吼上帝互伊一间真旧的厝家己翻修吼，2、3栋拢家己翻修咧，有够厉害哦！伊即届是甲伊过去伫法国的即个国家博爱乐团吼来巡回吼。有伫中国、伫日本、伫香港、伫台湾吼，伫永暗7点半，早甲下早拢是伫高雄吼，永暗7点半有一个演出伫咱台北国家音乐厅吼，即当然咱为着伊祈祷，说书若有兴趣的，你嘛当上网看一下，可能佫有票啦吼，佫有票。好，来继续，咱为着吴文章弟兄来祈祷，为着。民主节来祈祷，上帝来帮助因伫病痛中间有厝里人的陪伴，嘛有兄弟姊妹的关心代祷，我相信因会当得到上帝的保守甲安慰吼。后来咱来欢迎今仔日早起第一堂参加伫咱中间的
咱一位兄弟，伊是蔡永胜蔡永胜，永胜兄哈，伊是岛南教会的会友，伊是台电的工程师吼，即马住伫永和家，哇，真欢迎你永光教会你会当归属伫遮，做伙一只敬拜来服侍吼。好，咱欢迎咱蔡永胜弟兄吼，好来等下阮迎宾团队欢迎你，送你一个教会礼物，嘛介绍教会会当互你更较熟悉吼。好，你会当摕着你的物件吼，对。好来，这时阵请咱起立，咱做伙来吟这条诗歌，彼此来祝福。出来面祝福你，平安福气满满喜，完成心来充满你，大有梦大热烈大福气，上帝祝福你，祝福你，伊的面光照你，喜乐充满你，烦恼拢无去，处处大福气，上帝祝福你。照你，喜乐充满你，烦恼拢无去，处处大福气。喜乐充满你，烦恼拢无去，处处大福气。感谢上帝帮助咱，互咱这烦恼吼，拢加伫头壳加几球，这烦恼拢会当放下，喜乐会当充满伫咱的生活内面。阿门。咱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耶稣基督的救恩，天父上帝无限的疼痛，圣神的感动，引带光照，互咱行伫世正的道路，真做有福气的人，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看着一个久久无倒来伫咱教会明德，明德举手一个吼，咱的青年吼，对对，爸爸妈妈来对天成遐因咯，因载因爸母来倒来遮礼拜吼，感谢主，无因拢住那口较歹较无方便来啦吼。好，大家平安。把你牵了。